要申请这个台湾师范大学歌戏社的地家何同学吼，伊要为咱来歌是偌欢喜吼，所以是讲来做一个特地的管一个吼，大家来欢迎歌戏社。我唱做华语吼，毋知各位知影讲华语，所以我来唱看卖吼。大家好啊，我头先就来，甲恁来问好，小弟我的名，号做是地家豪，阮兜住店，新北市英歌。也有缘请你来我遐佚佗，大哩人大哩人，我今嘛唱这，好做是大马调啊。人讲歌戏唱念有较技巧，着靠唱念的演员。家己来变巧，若好的唱念，恁听着一摆就会调。也若讲咱台湾的歌戏，也传统唱念有限期，着靠演员会北来做外戏，也3分情场。着爱配歌诗，也感谢咱基金会，今天再度甲我邀请，互我有这个机会，徛点头前定，唱这个歌戏，唱互恁知影，望恁毋通嫌弃。我牛声要后的歌声，讲着咱李江曲台语文教基金会，也基金会替咱台湾做真多，毋通看因不时看起来真爽势，有时嘛是拼甲无日又无暝，你讲对无？在此代表阮这少年辈，想要向咱基金会讲一声谢谢，有恁的拍拼支持甲鼓励，互咱母语传承，皆自由开花。我废话毋通讲伤济啊！咱的基金会今天要发表一本新册。名叫是他家，咱较等听咱作者讲详细，毋通听我踮遮搬嘴话。也咱拢知影，小说内底写了有够好，也内面的站头精彩，又搁袂啰嗦，藏咱文化传承。着爱赶紧做，若无咱的文化，早晚着会无。也内面为古早写到现代人，人人思考是无相共，如果咱双手安尼甲伊放，咱民族精神早晚来分西东。我头摆唱这踮遮唱话戏，也心中又惊又怕又猜疑。如果若是无来讲详细，望请各位毋通甲我当作伫咧讲笑话。如果我的唱念有甲伊，想要甲阮来打赏。也无论是100、1000、1万，阮是拢丰收。我来收偌济，我才互基金会抽。我迄个扩大偌济，踮遮先保留。我
我今天只有到这来为止，咱节目啊情形啊，来情形来无言地，哎呦无言地，多谢。就像我们放安口哈，这个比较喜欢口，大家咱平台引导的哈，学了刷来做其他表演哈，但是。